太路了，那行那，跟我唱，三溜了，台南。后堂嘛，哦，还唱嘛，后堂嘛。後堂是後堂，不過阿叔阿姨啊，你都幾年嚟就坐啲呀，蔥果大嘴骨，冇想講我甜同一下嘿。哎，你講那事情當多呢？哎，坐那邊大嘴骨結合，好嘛，好嘛，好嘛。冇啊冇啊，冇談過一句話係要活啊就要動，假使你要他冇甜同，喊板上會甜同，就同冇辦法了。唔是你們風情啫，有冇加安尼度結合？係啊，哦，像啊。連沙都係一隻安尼哦，退休去當伊都湊到朋友，2、3棟3萬哦，6點就去遠通了，去打苗球。哦，打苗球。那啲做唱嘅去就跳到嘛，一跳到去啊，腳趾頭就對肩頭就輸上嘅。安尼騎古廠哦，騎貴張嘅唔會好。我講風情姐安尼講，行係知道吼，行喺冇會甜同好咧，冇同一下啊。又輸爽又跳到，我各位用家山哦，你有其他商業咩要按的哈？係啊，做南石行哦，南石行講得出來啊，去腳踏車啦，啊，你來你去一般咩跌倒啊，佢拍個路冇平哦，啊，做對倒啊，啊頭夾震嘅就咪好啊，腳輸爽啊。故說講大家都有同意了，除非出爽嘅經驗，唔該。騎車的啦，吼，行路的啦，還有嘛啥？你行路啊，路無平多，個個都偏多的。哎，我一般人哪有可能？我跳到，佢頭擺是運動員呢，看唔出來嘿。看得出來，看那什麼項目？什麼項目？什麼項目啊？舉重，100公尺的，唔可能係睇重係舉重係難唔好啦。所以勞動你是舉100公斤，我係跳體操嘅。啊，跳體哦，拔河，跳體操嘅係條沙旗嘅，哦，沙旗嘅，係。以前讀書嘅時係100公尺嘅田徑隊。哇！其實吼，這有時候叫冇按改呢，特別佢係100公尺嘅，你那邊出上過啊？踢上嘅時間吼，感覺膝頭會冇爽快。哦。啊，結果醫生啊建議講，唔可以變緊。啊，不用啊，不用緊係嘛嘅？係咯，就是你四季。對，大家比較不懂，醒了以後很多筋膜粘連，可能幾種時候筋哦黏到嘅。講落去，伊個就講，你啊輸落去吼，你容易出錯做事，結果身上偏嘅。因為人家講吼，出來哪講，唔可以扮演的副肩，哦，挨身骨唔會驚，佢見到其他人講到一樣嘢。我身管清潔個器官咁樣唔會好。其實後上貼病嘅，講到後上按病，面陣這咯，經驗咯。後上未當病。你們當病哦？係啊，腰骨啊。腰骨。係啦。還有哪邊？節突，還有肩頭。係肩頭。肩頭有乜嘢？是出現對到。出現跌倒。跌倒爆面咯，入邊。嘅韌帶斷體。哦。斷體哦。係啊，種時機當到跌到，都見他蠻好誒。哇，真係當辛苦呢！嗰啲下你身體係真係出傷誒。一講做鐵道就會抗議嘛，外面當講我係要當應該嘅法。講完到算翻譯咯，修完這經驗咯。哎，全部去市場買菜安尼行啦，行路啦，行路天天。係行路啦。你識要唱其他安尼跌倒呀？有冇？唔識。冇啊，但是當然出去市場，一天來去市場行1點鐘、2點鐘安尼，行市場做來約8、4來5來。下晝頭5點要倒垃圾。哦，做順沙講哈，散步啦、運動安尼啦。2點鐘攏係動槍啦，你要痛就算運動。要跳機就算要痛咧。其實唔可以有跌倒嘅事情。係咧，唔過講下糖啊，太細個按嚟講啊，糖攏係規身咧就通流，啊仲係頸條咩有問題，啊這條咩有問題呢？我係做重點係太細個兩板甜痛，鼓手勁風嘅，就有唱到一位先生。等下，加意粉即係講，我都唔相信先生啊，看唱買先生咯。我講話，我見每場嘅一位先生吼，專業還是唔對啦，等下再問。唔過是請講哦，因為佢家下吼，當先去 set 到一下咧。哎呦，點解特別 set 到？好，來唱出來，來，就係你嘅物理治療師顧先生，歡迎佢嘅先生，有節目。
好，你好，佩奇老師，佩蒂老師，哎呦，佩蒂老師，唐學較親切咯。哎，要買差不多點東江吼，張萬江呢？食到都按講，你隔壁個剃頭店哦，東江吼，不過今日欣賞來東中央，龍你看我大嘴，我按到這家，你啲後背有談到東道欣賞堂，誒，佢有講嘅事情。哦，真蠻多哦，那有談到有人腳痛嘅，有人頸頭痛嘅，全部一片痛嘅片痛嘅，一片冇一堆好嘅。先講哦，至少你也欣賞剃點就先養，哎呦，按獎，哎呦，先有80分。對。不過龍太甲小結一下來，你搶到物理治療師啦，最重要的工作係乜嘅？物理治療師其實就係復健的一種，啊，物理治療師專門提嘅做嘅就係跟大家聽書，看看用嘅痛，讓唔會痛，身體會痛嘅事情就係物理治療師。對。你攏係上喺無強嘅，家啲講唔痛，則唔會挫傷嘅。既然講就愛痛，則會好，用擺現狀錯啊。係啊，因為家下咧，即有講到動咧，全部就係因為疼痛咧，啊骨手則會痛。其實我哋咧身體啊，係無痛，因為快一個腳。嚇，無痛快一個腳，呢個講法。對我嚟講動心。係啊，因為頭擺就會講啊，養苦嘅人愛做卡。真嘅吼，啊我處理療醫處做定，啊同在創山高路做定。看天是按你以後啊，我要退休了，你看頭擺做些按辛苦創嘛。係啊，你講法用蠻來。唔過呢，其實我哋想啊，我哋咧身體就像茶嘅咩？啊，係要茶嘅人，唔係1年2年就去試一下係冇？啊，我去加油啊！啊，望人見咩會少係會快啲。3年就我哋要記得，第一個就係慢慢做，慢慢來，一步一步來，安全第一。啊，第二項就係穩穩啊做，跟動作做出來，安樣有效。啊，第三項我哋就接做，明年愛練習。接做啦，哦，冇講我做1年都歇困5年，按做唔得。快些哦！講一句話來講，龍太甲講嘛解，你覺得你唔講落，講嘅係嘛解？無痛就落。哎呦，中山鼓勵下哦。但係知道吼，醫生講要只套理，就從阿叔特別會同人講誒，後生人愛賭錢啊。有冇？愛慢慢賭，天天賭，啊唔過有只賭1年1個月安尼啦嘛。做得。1年啊就有360年。做得咯，做得。唔講係咩要談講依個數據哦，全台灣哦65歲以上嘅老人家，細佬差唔多有23.6%，細阿妹差唔多有18.6%呢，加起來哦差唔多有46萬3，按到嘅人有一個問題，就很多肌少症，大家應該都係有聽過。無力。腳力都無力啦，無力。剛剛美珍姐點頭點很大力，啊，肌少症有談過嗎？就是那個像那個膠啊咖那種的，是。你出去太解迷思，比如講我做我超啊，有一講看起來超嘅就肌少症，其實唔係。肌少症其實比人哋想啊要個多哦，有研究講啊，每3位中去就有1位可能有肌少症的風險。我跟人你鴉片有可能就有2到3。我記得點評中馬殺雞肌少症下多醫。美珍姐，咩了？肌少症就係肌肉變少，肌肉本來要活動嘅，本來要運動嘅，啊，以後冇肌肉嘅，安尼就做唔出來，人就會不平。哇，咁樣你欣賞目測一下，你知道你現場會有肌少症的問題嗎？其實用看呢，冇一天會點。來看一下，哦，你肌多症哦，很多。肥肉我確定啊，肌肉我真有看唔出來啊？看唔出來，啊唔講唔滿有可能滿得出來。其實有6項人哋做得拿來檢查係有肌少症冇，自家地方卡就做得做哦。第1項啊嘛解。好，第1項人哋只看下兩招數前加壓一下，看一下人腳啊，腳囊度一片，貼起來，看下人肌肉應該要薄薄冇碰啊，係有碰就係有碰就有可能人肌肉。我哋這啲唔可以嘅。
先生田徑選手，100分。做得。好，頭到也體育種誒，啊體育種誒咧，頭條前一式。好，頭條前一式啊。頭條前一式咯，啊兩隻腳空天來下空好，等下做唔到用數。哦，安尼起起來試看啊，做得冇？強用腳嘅力。哦，懂了，唱手。要體育種，啊體三種係乜嘅？體三種咧，人哋主要看握力。啊，握力我用來看呢，你等下跪起啊，握卡一定有罐頭。哎，不是，壓下就有咧。哎，你差不多點有賣哦，來。點咩愛點呢？他冇問哎。壓鐵。哎，對。哎，算錢，算你。算我噶，我就冇給到錢咧。哎呦，你係賣最好嘅，係賣最好嘅。你就唔是算錢嘅哦。走得。來，啊，睇家底下吼，拿轉去我記得煲雞湯，啊，這樣看做落個顏色。做得好誒。你係放出啊，等下做唔得再拿東西出來。假人啊！好，有沒？好，看做得安尼，甲乾咧打開來，轉開來哦。只看啊，完了。人哋田徑選手可以。哪邊可以？大唔大？唔可以。對，不是啊，好講哦，大可以當買水，大唔可水。對。像那種真空的呀，一定要靠這樣。係啊，唔怕啦，喺唔知時候練啊，靠唔怕，因為也一開有一定的握力，就有拉擺。跟哎你準嘅毛巾沒做得？沒做得。注意莫戳傷就好。來，過來呢，放到超過200以上嘅，就有可能個危險。哎呦，迄壓成型，還係壓雜呢？唔係壓個皮型啊！唔係壓成型啊！壓成型，很認真的。哎呀，輕重要哦，高一年，輕重要，高一年就好。哎，你還有幾飛啦？大家想一下，人家一年迄正經跌到動到擺要注意下。係哦。來體5嘅係嘛？哦，體5好，人哋要拿重嘅東西，因為咩力量係哦。重嘅東西。壓切堆油，挨來拿。條咁樣東西，我本來拿出來。加咩種廣告，莫再個拿東西出來。壓油拉長嘛，大把你都輕啊，哎，拿一隻。哦，開起來。我同講，牙說愛顯吶，因為大半好進貨的時候，佢就冇愛天數。你先吃看吶，你係有肌少症還是懶？啊，哎，攏講哎，我冇啲偏見嘅好冇？哎，做得啊！做得咯，哎呀，剛差唔多嘟好5公斤，哎呀，差唔多6公斤。嗰時人做得拿開啊，我拿開啦！來，收銀機，拿就好，50塊，50塊，強一個行去賣嘅有生意哦。先兩隻數，不要下來。隻數行喺兩隻數。你做得安尼拿得不用下來，裝個安尼。對咯。哦，安尼做得咯，安尼做得。冇問題。生意你話清完啲唔知按耐啊嘛，按耐會生意嚟講同我諗嘅咧。一病一下你就會病到。還有小朋友吼，對攞嚟去繞骨吼，就開刀，韓國7開刀，開刀差唔多70啦，對。哦。哎呀，差唔多6公斤。嗰時人做得拿開啊，我拿開啦。來，收銀機，拿就好，50塊。 50塊，強強。一個行去賣嘅有生意哦。先兩隻數，不要下來。隻數行喺兩隻數。你做得安尼拿得不用下來，裝個安尼。哦，安尼做得咯，安尼做得。冇問題。賣出去拿人都出去。係啦，人哋不卡冇一水嘅。秀雲姐，等，秀雲姐對重量很厲害。秀雲姐，你按你寬差唔多，底部都有幾多隻雞還 up。好，謝謝。13件老皮咧，安尼寬鬆啲。哇！再個一邊來。我知道吼，美珍姐啦。哎，給他數很出爽呢。哦，我是左手啊，緊手很有力啦。哎呦，冇上來數哦，冇上來數。來，生意哦。你這個壞掉是我要賠啊。好，走得好，對啦。哦。啊，明星姐姐錄下種菜嘅，請問一下，安尼有幾件呢？
玻璃釵。玻璃釵唔啲啊，改良質啊啲。改良質。好，大家都夠厲害。還有一個係會行路，人哋會講啊行路，啊也個有時間的哦，我5秒我行係4公尺。係來，走地。來點兵。來。奇差跌倒。陳八記啊，吳追拳唔行啊。再過一下，我講田徑隊好誒，田徑隊。好來哦，3、2、1，開始。加油！哎呦，差唔多。其實差唔多呢。田徑隊請回。來，知道風景這一天愛哈。風景。因為而家上海風氣啦。哦。好，來。跟你對鴉片行到你有啲用晒，聽下行哦，冇比賽哦，唔講5秒哦。好，來預備，開始。3。哦。來，搶手。先生看一下你三曬嘅差別，其實有差。雖然講正經腳長啊冇腳，長咧還是樣啊。不過記得行路係有差嗬。有意思啦，因為每一年可能行路冇樣樣，有一年係用個細步，啊唔過行個大步，啊有一年個大步，啊用做得啊所以人人就會看時間，因為速度係最重要嘅。誒，佢三曬算有過關咯。有哦。咁所以睇下嗬，你60方法都做得測驗啦嗬。嘅駕駛，我發現到我真經有一個肌少症，我聽下說摸一下，係啊，佢幾年喺我做些次間冇做啊，駕駛真經有按你個問題嘅法，我去醫院我請哪位醫生啊？係啊，做得看有醫院有老人醫學科，啊冇就家醫科，骨科啦。哎啦，請問，哎，這樣肌少症有乜嘅東西，有吃的東西可以改善嗎？哦，頭都係強太搞，會吃到蛋白質，因為吃飯吃麵包就冇蛋白質，啊蛋白質係我生肉就蠻重要嘅東西，然後就吃卵、吃牛奶、吃頭奶都做得。吃牛肉係啦好。哦，牛肉未做得。所以個東西有動到啦，唔過家醫生有講到有6項，好，假使有1項。冇黑結，唔是太緊張，我有3項嘅時間，我開始注意。好，就大家注意下，好，呢種情況，我吃到有陣時，樣板現象感覺落，因為我吃到2時腿冇強樣，腎冇以前冇按好，不過沒有運動啊，沒有講科技，看起來比實際年齡還少，不過我身體冇強樣，可能會感覺，哎呦，我做乜嘅事情我吃到弱，大家來分享一下，馬莎再來分享講，哎呦，我做乜嘅事情我吃到有啲弱，馬莎先來講。啊，冇呢個感覺啊。你真啫？做事情哈，係咪做些動腳？覺得很疲倦，動甜啊天啊！睡唔飽，睡唔飽。係唔係因為你自家創傷過，你就想要躺平？對，錯。因為我蠻想要躺平，譬如講一天有痛嘛，哦，有乜解？搓腳啊，腰骨痛啊，哈，踢腳係甜啊，還是用哎呦。睡得下舒服。真嘅哦，經已我自家出門去留了嘛，譬如講去看乜個演唱會啦，又講。哦，要擺到同學去看演唱會。我先才講錯。係啊，一坐火車嗬，算普通車嘛，坐起點鐘，起咗來嗬，嗰一個腰骨嗬水滾一度嘅，就吃到自家路。我一朋友嗬，到攞去腰骨嗬就開刀，韓國7條開刀。開刀差唔多會70萬嘅。70萬。幾多人講嘅？佢7條70萬哦。腰骨開刀過7條。哇！比那個 iPhone 還貴呢。真勁呢！都可以喊盲動呼吸。哇！嚇死人呢！揾兩邊東西軍的感覺嗬，因為家純化姐姐有講，有跌倒，有樣板型器材，你知搞錯你落冇？有感覺哦，樣板的感覺。因為吼，我10年前拄我個孫呢，你阿記啲讀書做拄專業，不能係啲拄的啦。啊，你阿問你細妹，我拄啦，哦喲，啲手男天生啲嚟呢，啲聲音呢吼，清有力，唔啲按落啊嘛。啊，男嘅聲音呢，我同我男嘅咧。佢變一下就我講到。差千多嘅呢。有吼。以前拄嘅聲音哦，樣嘅男主唔會甜啊。啊，你阿攞男係，哦喲，按甜。哎呦。經已會唱迷陣姐看演唱會啊，也去客棧啊，也老了。大半咩咧做活動啊？乜解活動？客家協會。
會，特別有活動啊。係啊，係啊，有乜挑擔你就乜咁樣有啊。哦，開擔吼。鐵傘有冇？鐵傘都冇。哦，拒絕鐵傘。拒絕鐵傘。腳啊，騎唔起啊，動位太大了，唔敢騎啦。跟你哋屋下帶幾多樓啊？帶樓下。啊，住啲啊。咁啊，又買5樓啦哦。啊，喺佢講，而家買5樓啊，唔係你啱咪冇喺過來。哎，冇天台。冇天台，啊，騎樓台。啊，都未了幾萬米了。唔過你最近騎樓樓。係啊，騎樓台，騎落去哦，啊朋友帶5樓，咪都係喺我去架了，我講冇得多，冇辦法。啊，跟小燕姐唔帶幾樓？帶5樓。跟見唔見有冇卡了？去夾拜啊？有天台冇？公寓是冇天台啦。哦，經用個3年，即個知道。厝體騎樓台當辛苦當艱苦之外，你即個有乜個吃到即個路誒？上班我賣菜做呢，我添送衣。又賣菜。送衣下來我都冇買下來啦。哦，我知咧。我真係理解咧，因為佢家講王思聰1點鐘，加上我帶5樓吼，我咩要往1點鐘，規禮拜全部都買好。你不還寬鬆來啊？我就上山修行，不要再下山了。給送翻下，啊個啱不條倒垃圾啊，咩關阿姨啊？真嘅哦，你又變出樓台族誒，樓台族誒，風情正咯。以前吼，我行路我做鞋，我講起落落當家。準備好，我一問叫做以前吼。我見下去可能年4年歲數多嘅哦，我下去我放起來個頭就個咯，咁冇阿牛呢啲。我哋嚇其實咩喎？我都想講我自己要帶油安尼準，真嘅呢。係啊，是真艱苦哦。跟我做小門先生哦，就係講，安尼係咩有痛啊？安尼痛係錯嘅嘛。也係真係好嘅問題哦。其實大家都有，唔會大家都會問啊。啊，我也嘅做咩有好體力咩？你又唔係運動咯？如果我同大家講啊，係勞動跟運動其實係冇共用嘅。頭到大家講也嘅做家務啊，啊做事，也就係做勞動啦。啊，勞動唔係為好體力，唔係為快，啊唔過唔係用相同嘅地方做相同嘅事情，也就係一種孝順啊，就是一種孝順。唔可以硬做硬痛，硬做硬甜。缺啊，又甜嘛，我就想要躺在家裡。你來想問，佢像我做市場，我兩邊做咗嗰邊做上做下，另一做家庭，按有算運動冇？哦，也有可能做上運動啊，係。尤其喺拜六禮拜，喺平常咧，各一批嘅時間，所以個專業不卡。哎呦，我知道你啊，吞發出體而澄清運動老勞動之外，我知道有人啊老公啊來講哦，哎，幫你做下多對吧？我做一次那個按摩了。哎呦，放閃。來先生這邊按摩，不要來按摩，啊，他送他去。不過運動勞動很有差別，個差別在哪裡？從人哋頭都有講我吐筍嘅咩，唔好跟筍咧，人哋拉起來啊，這麼重係嘛？啊，唔除咗用人腳嘅力。伢師傅的力還有核心肌群，哎呀，矮啲嘅啊，我用日頭嘅肌肉嘅力，我就會去訓練，矮啲嘅，啊變強嘅，有陣事情就會簡單。可是講真嘅，我係唔係運動嘅時間，自己有想過做乜嘅運動，也係講攏係自己勞動嚟結合嘛。嘿。風情姐，你到底談咗動靜參自己嘅運動冇？有哦，上我操盤啊，去行路啊，嗬。你運動一定要有盤，有盤的話，哎呦，我想去嗰個去打椎鼓啊、行撩啊，哈。就像來嚟俾創成個。啊，你話有盤的話，做個互相牽制了。跟我問，無盤嘅時節有希望，無盤輕用沒啦。有了。你去解散嘢，可是突然間發生事情，冇人同緊嘅呀，冇人撈個哦，可是服務員有就哦急救，又係個跌倒人都唔對哦，我要去向人同聽說。經你自家識讀過13年後讀到乜嘢當強嘅事情？有，上下反應較少啦。哦，所以講。乖乖，誒，佢講有。你記得前幾年前幾年我安排行路18班行路，想講安尼撞下，就像風景姐講，行安尼撞下先安全，其實冇安全。尤其因為你自己行路嘅時候，張正英等人講。因為你行路嘛，想講18班7點啊，行路啊摩擦嘛個親好行，誒，
叫拄到一個乖乖年。哎呦，基本的去市場查去買落去咯，結果可能伊個細妹行路天哩哦，佢轉頭。天天的，你行到尾是頭前無人家，後尾無人家，7點人全部裝行員全部門關的。啊！行到天發卡的，冇大了。喂，老公啊，你在哪裡？我在哪裡？趕快會合。好 ，OK。這家公司回來。哦，這你們學習，一個月7點了。哦，強哦，上一度。冇個比傾聽要幹啥？你係伊反正，我家講咯，一般嘛，要參加乜嘅社團係冇？有啊，就我有嗰個社區嘅活動啊，一個唐江嘅服務費啊，就話。行內喏，迄三檔行，還有乜嘅古道都在行。咩做得？古道係咪有啊？古道。係呢，唔過我做講記到剛剛講到嘅咩有偷理呢？因為假使13年做運通嘅話，迄講發生乜嘅事情有危險，叫人用幹啥？啊有盤嘅話吼，最後嘅盤還很愛講八卦哦。那個運動強是不是？懂有道對吼，錯嘛。經驗要做冇？超慢跑，要做冇？做一次嘅意思。做一個安尼做。哦，經驗做過超慢跑。你忙有很多了。我終於是貴婦的命，好像。假使13年做運通嘅話，迄講發生乜嘅事情有危險，叫人用幹啥？啊有盤嘅話吼，最後嘅盤還很愛講八卦哦。那個運動強是不是？懂有道對吼，錯嘛？秀英姐對不對？秀英姐對不對？錯嘛？你也是愛聽八卦。不愛。跟俺問你，有乜嘅困難？譬如講係你嘅困難，所以就按過。其他有乜困難？像我跳舞有算運動嘛？那這種酸的，因為佢有萬一兩三夫啊，當起啊，又唔係講，你本身不是舞者哈？唔係跳舞賺錢嘅。你就英國算喺咖啡要搞跳舞。係啊，要做比冇做好。無所謂，要上我開始誒，安尼就係運動，安尼就得好誒。啊，運動啊，英強可能安尼輕啊跳，可能強下跳安強誒，安尼係運動，啊就肌耐力嘅運動。係又要流汗。係啊，又要流汗。我啲咧，來，秀英姐，蘇本啊，我同講，我誠懇地告訴你，跳舞算運動。然後能被市場看到秀英姐姐，噔，買菜哦，買菜啊！運動，做得嘛？做得。買好菜嚟邊搓，插福點動嘅東西真係唔係啊！我係做朋友他重點嘛，因為跳舞有盤啦。啊，假使咧，唔計跳舞嘅同學啊，吼，基本嘅係跳舞，天公伊上去游水，行業做得秋風情節，強下來去客山，嘅運動嘅機會就會越來越多。真嘅。唔過先生。啊！假使我朋友冇按到嘅話，用架啥咯？咁要素餐係做戲咯。以下其實資源真蠻多，政府啊、各縣市全部都有樂齡健身班，啊嘛我們做得去請國民運動中心，啊還有銀髮健身俱樂部，呀銀髮健身俱樂部係專門愛陪65歲以上嘅老人家，也就做得去報名，安尼就會有同學咩，啊冇人冇攀咩唔怕，因為安尼去，你就會看到新朋友，認識新朋友誒，一種運動。兩種功效。係，來，我上去嘅騎術。冇啦，秀英姐，騎術。很燃呢。銀髮組，這麼多銀髮健身俱樂部，還有鄉下，他們還沒有65歲不行。還沒有長呢。要按位打衰鼓哈，我真的是做條噶，做條嘛，伊個又去忙做。拿馬蓋起來做一拿，青菜唔擺，10秒鐘擺在雙葉。我係知道吼，雖然講種下也係講啲，因為我知道啲阿沙菲啊，就大家都會注重樂齡嘅問題。係啦。大家做得建議下社區啊、里民服務中心做得做小型的啊，我做咩做得？吼，請先生，請人哋去都做得，吼。但禮拜固定嘅時間，會打電視、運動、踢高後，做得強下識到嘅東西。真係。啊，你輕快樂錯嘛？不過我知道吼，心魔還是很重要。某上愛去的啦，男士的啦，哈，運動中心有某，你看借口，明明就是健身跟
暈通眼，這種要怎麼克服？運動還能做得分兩個方向，第一個就是心理，啊，第二個身體。心理就係像頭都還能講嘅，我一下按多些，我會驚我還能痛會作傷麼？其實我會跟大家講，我能反過來想，我能夠正面一些，我一下還做得痛，所以我明年痛一些就好，明年一些，所以越來越好啊。係啊，就會越來越好。新冠都要蠻相當重要啦，莫講哎呦我冇人啊就冇上來去，有時是一三我講難得一三人做得做同多事情哦，先生講的係心理嘛，跟身體咯。身體咪係身體硬嘅啲，大家可能按叫冇痛嘅，冇就係按多些嘅，可能一開始會身體講硬動作會唔好做，唔過運動係按呢樣，一開始有人教有先生教，你就會越做越簡單，越做越輕鬆。古上吼做得本太自家吼，來挺通起來，唔係唔做得做夢，係要上愛做夢。上愛做愛卡數，耶！好，第一關心理我們打破了。不過剛先生有講動創業，就上愛做動創業，不過咩因為年歲的關係，我要慢天天的做，慢慢的來。很做生活化運動、生活化的運動，較簡單嘅。係我用嚟做呢，可能我看電視啲度還有廣告有嘛？廣告3分鐘，我就做得放起來行嘅，冇就踏步踏咧，安尼簡單的開始，安尼就會做得咯。係啊，唔對，平常時啲屋企要做乜嘅簡單嘅運動？有冇？我來看呀，數安尼，安尼修啊，修完之後要做乜嘅？不條甩毛嗬，嚟叫數嚟100下。你說那個游泳的狗爬式嗎？對。哦。叫騎腳車啦。騎腳踏車這樣子。對對，那個要做100下，數叫安尼做100下。100下哦，記住。你啊過來問65歲以下哦，你來講少一點，因為啊，譬如講伊凡姐給他腳嘛，你咩腳嘅問題，像迷陣這隻你手挫傷啊，影響反應，你有做乜嘅復健也講運動冇？給你隻 Q 啊，做啊。哦，來，我要來打機哦，搶兩個頭前沒有？冇哪裡識咯？哦，握力啦。對。哦，這個要做握力啦。哦，仲係像玻璃球一樣安尼。你係咩係正經？我有得學陶笛，也是要這樣。陶笛也是啊，對，手都要動啊。好可愛啊，陶笛。你會把陶笛這樣對，這邊這兩隻有手，這兩隻。用技術會挺痛。啊，今日有酸冇？其實係大腦嘅肺活力。還有冇空用，看唔出來呢。給田徑隊哦，給你躺過超慢跑。拉弧前啊，拉弧前手臂運動。我有學，我沒有學過啊。他全部都手部。對，全部都有。因為下半部走樓梯了。請問邵女士，我們超慢跑是在現場這樣一直跑嗎？這樣子嗎？超慢跑，對，是不是這樣子的動作？超慢跑真的算運動嗎？是怎樣？超慢跑，外地他超慢跑3萬多年有做哦，超慢跑有冇咁樣嘅真嘅哦，3萬多年咧，每年應該大家有聽過。欣賞你自家啲超慢跑最基本嘅動作。我自家冇做，如果外地有3萬多年有做。跟你有做冇？超慢跑，你做冇？做一次嘅意思。做一幾個安尼。哦，一天幾百下就可以了。你是怎樣？那就會挺痛啊，就會挺痛。原地嘛。對，哦，那個只有超慢跑就全部就會挺痛。哦，錯。好，睇下冇嘢。難怪欣賞，夠有動作這種猛的超慢，有感覺到了哈。風景這因為你有客散嘛。因為客散有談過超慢跑，有啊，跟有做過超慢跑。你忙有喊好做了。原來這也是貴婦的命哈，我很好做。然後講超慢跑，所以講第一個固定的間度，對啦，其實做得好有。哎呐，你說對啦，你冇講去花幾多時間？規身都會痛哦，唔痛啊，要當注意哦。做散步，做係啦，個起來要注意哦，冇做好。哎，抄，哎走，有啲奶粉啦。係啊，跟美人這咯，超慢跑去摘出來。
冇啦。你有彈過超慢跑？冇咧。你冇哦？我係嚟簽時間好咧，我嚟。差不多點請運動先生來搞太陽操。哦，太陽操，走對。但係都啲嘢冇，一直問太陽都唔啲嘅。不過剛剛講到嘅嘛，吼，就是先從應用版型欣賞都來嘅。係啊，因為我上先開始個平常時多少啲物卡就要填充一下嘅啦。唔過我有動到嘅眉毛密集嘅素材，開始個。平常時刻唔會注意到嘅，就像安利說嘅料理咩共用啊，當然是共用嘅菜咩做唔得啦，嘅營養就當單一。啊，嘅人你敢唔用乜嘅吼？喺大家平常時刻少做到嘅動作，醫生做得同大家來搞一下嘅。來挑戰一下。好多人呢，最終人哋頭都講超慢跑係一種嘅，其實對老人家來講，平衡就蠻重要。唔係像體力啊、耐力啊，平衡就蠻重要。故所以人哋等下有2個國民健康署嘅高齡體適能檢測項目，你有咩測驗哦？係哦，係個測驗哦，大家攏做得向下做。第一個係經濟獨立，就係一隻腳企得。哎呦，經濟獨立。來到啲冇問題，看阿叔。阿叔運動冇咧講哦，唔過我自家一撒聽聽我來係馬上聽嚟講下。哎呀，來，馬上聽嚟講下。等下唔係自家去做嘅時節，要做標準就係安尼，一隻腳拿起來，安尼就做得，就冇痛嘅，數做唔得辦，喺唔企唔得咧就不用下來就好嘅，安尼看一腳一道秒，看大家做得起。好，冇問題。那秀雲姐好嘅啦，你企嚟有睇一天堂你。來，今日來點兵點將馬殺紅愛強殺，剛剛 Q 他。風情姐姐，風情姐，較調前一些咧。來，你好啦，個田徑隊吼一定懂厲害，來講述。來，試看他。好來哦，好來，數準備慢，我係忙預備哈，預備，開始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暫停。對我拍手。有咪，唔通嚟其中下咧，要下叫嘛，來。過嚟，第位，有下叫嘛？我剛剛有一個問題哈，想問一下秀雲姐，我再給你一次機會。佢剛有埋眼目看到佢腳抬唔起來。你想要抬起來，又冇抬起來，唔本牙嘅木做一隻機器好嚟。來，預備。1、2、3，開始。3秒鐘，咁厲害哦！因為你阿狗吐氣機。當你企到台講，他是講係你扶定眼咯，做得冇？預備，開始。唔係啦，一順落要得對冇？醫生請問一下，按你做得冇？有你按你變定？對，來問一下啦。剛剛美珍姐，我沒有看到。她有很久嗎？沒有，也沒有。哇！上菜條、無菜條、紅菜條啊，搶菜條。3蘿蔔墩啊！所以而家係咩生啊？係咪？所以要乜嘅特對啊？講咗我慢啊！冇一做乜嘅我？幾兩仔啊？我知道。他是講係你扶定眼咯，做得冇？預備，開始。唔係啦，一順落要得對冇？醫生請問一下，按你做得冇？有你按你變定？對，來問一下啦。剛剛美珍姐我沒有看到。她有很久嗎？沒有，也沒有。哇，也是3秒鐘。當講用。錯長久啦。哦，嘅你風情姐姐咯，因為佢攏係強盤啊，吃到一直看眼，還用眼神，腳就舉起來。那做佢較叫意思是咧？有冇？有個叫。起起來有冇？還好呢。哦，還好。我只有懂困難冇。唔會嚇。唔過唔會嘅，把人家冇到30秒。唔係，腳下係當空起來，腳下冇嗰種嘅，腳無力了。我們做太久。不過我吃到太嘎都算起來不錯，我問一下醫師。一般個好嘅平衡差唔多就係30秒。啊，咁啊，佢按叫咯，可能上可能我作夫有冇？作夫係冇一記腳，有上時一記腳。係啊，啊唔係鉗唔打敗腳，按嚟就中起來。做等你做，做等你做。來，西沙強下來，我們再一次哦。好，手勾手。手勾手。全部都右腳哦，1、2、3，右腳。哎呦，可以嗎？好，你看可不可以？哦，拍手。走。
講到燈的啦，還有乜個方法冇？哦，我哋等下我坐燈的又來吃看啊。你就存，哎，你啊，哎，好了，吃可以做休息啊，來。我還沒講哈，一凡姐跟。來，哎，講幾條咩搓長腳？哎，繼續用搓呀，要用搓嘅應該冇問題哈。都得搓頭前一時，安尼兩隻腳，哎，踏步天來，踏步天來，啊，地下強用咩做唔得用手，故所以能兩隻手安尼抱，安尼南地，看下能企起來冇？頭前做一擺就企起來，好，企起來又坐下去，好，預備起。哎呦，啊，又坐下去。哦，好，安尼哦，等下就會安尼哦。嗯，搶菜頭、無菜頭、鳳菜頭，哦，對，可以。來啊，可是搶菜頭、無菜頭、鳳菜頭啊，搶菜頭。3，蘿蔔燉啊。係哦，無菜頭較慢哦。6，好，鳳菜頭動厲害哦，哈。搶菜頭出真言搶菜頭。11，好，倒數了。4、3、2、1，好。哎，你搶菜頭幾多？18下。18下。無菜頭19，哎呦。哦，哎，你鳳菜頭22，搶菜頭，送上過嚟下。先生，講一下，因為最高分的啦，最高分啦，鳳菜頭最高分。最後上又最有年輕啦。我做埋搶啊，選手冇好。而家安尼屈下去、坐下去又扛起來，你這個笨帶出桌上吃到有冇爽快的地方？唔係。做本太甲看一下，起來。坐下來，很標準，可以，做對，哦，果然是田徑隊哦。無菜頭，有較好誒。你冇強用哦，你雖然自家接講哦，我噸位很大，但是真正噸位大。你動作很快呢，叫他加19下啦，掌聲鼓勵19啊！按你運動知道做得冇？做得。加扛起來、坐下來感覺有冇？還好啦。能擺低伏卡出得轉的，不過注意安全哦，哈，你等你要扶下後的。對啊，哈。稍嚟，因本日最少咩位？你加幾多下18是不是？不要18姑娘一朵嘛，加最高的那個20叉4嘛，這樣也扣4吧。我跳架咧。冇，你大家做嘅時候，一啲上就問題。乜解問題？我都想講，孫女一係咩生涯係嘛？做嘢要乜嘅特對咯？講出冇慢啊！冇，一做乜嘅我做。幾兩晒啊嘛？我唔講，你先嚟講一下，你有隻通俗嘅評估嘅點係嘛？係啊。人哋就係要看技耐力，技耐力係乜嘅咯？就係唔出去了嘅時間，唔做得行站蠻久，唔是坐下來，也就係技耐力。一般來講啊，我哋65歲嘅人，差唔多我哋行人至少會做到15下。所以呀，同哥也沒有同哥。那有啊，有10。哎呀，係65歲哦。係啊，真係幾多歲？我講，啲阿歲人嚟寫唔係冇講，而出去行路哦，喺忙嘢時候才揀男朋友都打。故說我下擺搶個男朋友來，可能較厲害。真係神巴。唔過就算懂厲害啦，哈！掌聲鼓勵一下。等你，調轉去哦，全部放起來兩個條錢呢。你下我吃到線上咩有龍你算評估高誒，應該有一些咧做得做嘅動作。好，搞太假做一下，好嗎？好啊。來，位置來瞧一下。哦，蘇大概，蘇大概，來，你下線上教你有些咧做的動作，哈，本來你增強肌耐力之外，沒做的運動，哈。我哋日常嘅動作都真蠻簡單，今日頭都講嘅身法發運動。第一就動作就係練腳面。練腳面。同樣嘅腳就挺起來。哦，挺起來。不用下來。哎呦，順口溜，想一下，聽下做。
預備開始，能夠妹身體好，能夠妹精神好。哎呦，大家都對哦。我們都會通靈。還有調控，哎，給出來準備開始，能夠妹身體好，能夠妹精神好。哎呦，很強哦。你剛剛動作一下哦，厲害。嘅天二十通咗係咪？好，天二十咧，頭多眼嘅腳要通到嘅係嘛？然後來到腳一片太腳臂，太腳臂一片哦。好，等下下一隻數，右數先將嘅，右數嚟，右數打開，打開。啊，右腳咩打開？右腳打開。褲下去，褲下去。下師傅嘅人腳就會出嚟咯，啊要放起來。哎呦，啊數間腳。先生就難到我咯，你就下個位未？跟我做嚟哈。我眼邊啊，記起來哈，來，再一擺，預備開始，樹打開，心手開，褲下去，青沙皮，青沙皮要用，做得好，好，預備開始，樹打開，心手開，褲下去，青沙皮，哦，很沙皮哦，用我按強哈。含油喎，含油喎，含油來。兩隻數啊，先拿條錢腰骨按過。哦，我腰骨呀。哦，哎，但係腰骨冇強用哦，冇比。我嘅較大些啦。比起搞咩哦？而家講。誒，三個嚟咯。好，啊，過來切頭卡過。哦，我名到兩個數，兩邊下來。哦，切頭廿個嚇，兩隻腳，係先做腳嘅，做數嚇來。卡個唔怕唔卡結果做結果，唔識講嗬，嚟停擺嗬，嚟腳卡個係嘛？腳卡個，誒，我上一下。我停我成兩一擺，預備開始，腳卡個發力度，腳卡個小用度，哎呦，遇到正經嗬，要學到嗬。好，預備開始，腳卡個發力度。腳卡個，小用到有聲。哎呦，你喺旁邊做有心發開冇？有啦。睇咁做到好，好啦，誒，哇，誒，類嗌沙琪嗬，一天來預備開始，喺度鼓勵。來，成問今比大家表現得好冇？哦，根本啲大家真蠻厲害哦，講到大家真蠻厲害，每一個人全部有做到。有做到哈，來分享一下啦，大家雖然開玩笑運動啊，講一下，風賢姐，講一下根本以來要做運動嘅動作啊，敢上用辦戲，加做。做數，咁嘅鏡頭較慫用。哦，佢冇個硬膠哦，真健嗬，要做研究。係咩？哦，來，嘅二整姐咯。係啊，你阿會學到啊，轉移嗬，做得啱啱做，唔是做出我本。誒，我講中秋時節褲下去小用途啊，跟住呢運動員嗬，伊凡姐姐咯。我感覺今日在做做，感動舒服。舒服哈，唔能擺做來做些事情，就上到線上係高興，好冇？嗰啲片春花姐姐，也要盼大家向下做出千快樂。厲害哦！要盼當中嘅，你喺身體還有。回去啊，天半夜喺度唱下嚟做。哎呦，跟唔使用金錢主題人，要做就做人。乜嘅運動做一做啦。真嘅。我健康啦，我去報名嘛。不是啦，跳舞嘛，跳，用我定一下啦。叫做欣賞咯，欣賞佢哋啲啲大嘴鼓啊，人哋溜面線插破點，佢哋搶到按到好朋友，還有姐姐來樣板形容，大家這個歸納分享一下，你運動這最主要精神。好，我哋要3個原則，我哋頭都有講過嘅，第一個係慢慢做，慢慢來，一步一步做，安全第一。好。第二項呢，就係慢慢啊做，咁樣動作做出來，安尼樣有效。啊，第三項就係節練，練習咯。難死啊！難死咯！還有乜計？好，還有啊，我要同大家講，運動唔係考試啦，我哋唔是第一擺就會拿100分，一日做一些事，1分2分，安尼每日做，身體就會俾人太太嘅鼓勵哦。真嘅哈，先生講嘅記得咯哈。慢慢的做，穩穩的來，還有乜嘅？節做，仲有係根本大家來條位，全部都100分。
後來呢，希望這個線上有限出來差不多了，今邊咩什麼嘢呢？哎呦，我來罰很多錢。啊，就記得講頭聽聽，係要記得打唔開。Andy 哈，然後體相開氣㗎啦，冇愛吼，就強一嘅速爽，鼓手就冇停拖，鼓手吼唔單槍上我做運動哦，做呢個時就一大天發，小朋友強下出來。點嘛？做得嘛？做得。今日本節加100分，掌聲鼓勵。好啦，其實吼，有上是人講老有時心態當重要。你望睇下來了，你老了，你要打嘴鼓，變到行啊後上，吼，身體健康咯。你強下你咪先，大力度路線，對了。